影片当中一一呈现台南市这4档来教育时情的回顾。这是台南市教育局配合全台所学逐梦新未来时情成果专刊所制作的影片。专刊内容主要分为7大面向，展现着市政府为着教育所努力的成果。4年来，如果简单的去回顾，我们在整个校园的硬体建设的部分，我们大概争取到中央还有地方我们的经费，那么投入将近100亿。最明显的有感的就是要班班有冷气。那另外生生用平板，我们也率先的去推动让我们的孩子尤其偏乡，那么都有平板来做课中的差异化教学跟补救教学，还有配合老师他翻转的学习。我想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市长黄伟綽也特别在册本当中写着引言，表示为疫情开始，台南市停课不停学，公办直播突破疫情困境，得到全国的关注。这就是台南教育团队建立的表现。那在去年疫情期间，我们推出了全世界大概唯一的所谓公版直播教学，我们的所有老师。大家一起号召，马上就有170多位的老师，那么推出了受全国所有亲师生都受惠的公版直播教学这样的服务，我想都是在见证我们是优质的台南的教育。上有感的部分会当为数字来看，在《天下》杂志2022年幸福城市大调查当中的文教力。以及《远见》杂志2022年市长时情满意度调查教育面向表现，拢得到拿督第一。我们从5月份的《远见》，那么县市长的施政满意度，还有呢8月份黄坤辉那个教育的基金会他所做的全国品质各县市的调查，以及呢到了9月份天下的幸福城市大调查，这些或许是民间的调查，但是我们台南突破了以往我们都拿到了6都第一。在专刊发表这天，教育局嘛邀请校长、教师以及家长等团体共同见证，共同享受各界对台南教育的肯定。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